Uncle Wat 的查甫囡仔，思考素养带头的台语教育。最近一条新闻讲，一个康保迪亚 Uncle Wat 特卖纪念品的查甫囡仔，会晓用足练长的10几国的话，鼓舞去遐耍的人买伊的物件。我看到新闻的影片，实在有够佩服的。因为伊毋是硬背，是真正用人客话对谈，有感情、有思考的。伊穿一领旧旧的衫，看起来是善食人囝，无怪着出来画卖。伊若变色的图钉共款，哪行哪甲人客推销伊的物件，眼神足有自信。事当时，人客调工讲一句法语试探伊，伊无得惊，人客直甲出题，伊煞得讲无共国的语言，袂输得搭喙鼓，华语、英语、法语、广东话、日语、韩国话、泰国话、德语、西班牙语、马来语甲菲律宾语，我算算咧，加上在地卡门，拢总有12种语言，拢可以袂倒。可见一个囡仔人的语言能力有偌强。网络顶有人讲，有够厉害，受我一拜，根本就是上快速的翻译机，巧甲互人足毋甘爱甲分来饲，来帮助伊读册。嘛有人讲，环境所逼才会变遮强。咱的囡仔想好食困，我嘛有同款的感觉，毋过有加想到一寡关系台语的代志。伊哪会无学着台语？敢是台湾上细国，伫国际顶无人要伊，定定听到足侪人去 Angkor Wat 耍，敢讲台湾人去到世界各地方，无半下要讲台语。人讲家己的语言家己救，毋望台湾人去到倒位拢毋通歹势，爱惯死甲母语讲出喙，有讲才有机会互人了解咱的语言，毋通藏起来，也是甲咱台语的残园放地拍远。特别是做人老师、爸母、阿公阿嬷的，若有机会爱足有自信。足欢喜来甲学习能力长旺的囡仔讲台语。人讲家庭是一切的根本，社会是问题的呈现。学校拄好伫中央，学校会当补家庭做无够的，会当传囡仔日后伫社会用会到的。6岁、12岁进前的囡仔，若海绵仔咧。是学语言的好时机，教啥就有啥，教偌济就学偌济。美国的语言学者 Noam Chomsky 讲，所有的囡仔拢有足强的学习语言的能力，会当伫拄开始迄几冬，用上紧的速度吸收几若种语言。咱台湾的家庭较无得教台语。好食困的囡仔嘛，毋知20-30岁的时，台语伫工课上的重要，所以无人会主动学习台语。社区的家长嘛看无远，无了解，加学一个语言，加一粒头壳，加一种早会走的能力，加一支拍开世界、行入国际的锁匙。学本土语言是对土地的认同，对无共族群的尊重甲欣赏，嘛会当增加能力、机会甲生活趣味。等到囡仔20几岁，大学出业要找头路的时，人来才专题，死背硬背会袂付气。重素养的12年国民教育。无伫囡仔6岁之前读的幼儿园定紧，
闪过学台语的好时机，实在真拍算。小学阶段一礼拜有一节课，无鱼虾嘛好，只是厌去啦，毋知啥计划，无对各种延伸。小学学的尾啊，拢还转去互老师啊。未来是多元化、非典型的世界，只要是好的、无违反法律的，咱人毋通为圆箍仔关家己。新时代爱有多元开放的认知、习惯甲能力。咱若真正爱台湾，真正为台湾囡仔想，要互因国际化，教华语好，教英语好，教本土语言嘛拢好。有认同，才有自动自发；有尊重，才有沟通互动；有欣赏，才有社会参与合作共好。可见，认同、尊重、欣赏是本土语言上根本的所在。用伊来建立12年国民教育自发、互动、共好的素养，嘛才有正港的幸福快乐。